唔知大家喺網絡上有冇見過佢呢？佢就係喺東張西望節目入面引起咗香港全城熱議嘅播毒渣男事件入面嘅男事主。佢被指控一腳踏幾船，又被稱為播毒渣男。我哋今日就一齊嚟討論下佢。話說喺東張西望播出咗事件之後，佢好快就俾人哋起底。佢今年係21歲，任職學校籃球教練，而佢刻意隱瞞咗自己有 HPV。佢透過交友 App 同時一腳踏幾船，同多名女仔發生唔安全嘅關係，即係無套嘅性行為，導致3名女受害者感染同埋出現生殖器官病變，分別係陳小姐，佢哋喺2025年7月一齊；劉小姐2026年2月一齊；黃小姐2025年12月一齊。而 H 先生對每位受害者都營造出1對1嘅認真戀愛假象，而且佢唔透露自己嘅病情，且冇做任何嘅安全措施嘅情況之下，就同女仔發生關係。而劉小姐發現咗自己感染咗多種性病同埋器官病變，佢隨後透過蛛絲馬跡發現 H 先生同時同多位女性交往並播毒嘅惡行。而受害嘅3位女仔聯手向東張西望舉報及求助，而3位女事主都分別染上咗多種性病同埋器官病變，而劉小姐又中咗9種 HPV， 有網民就話：哇，佢中嘅 HPV 仲多過6合彩啊！黃小姐就中咗4種 HPV。咁喺佢哋對質嘅畫面入面呢，我哋就見到女事主好情緒崩潰咁鬧 H 先生啦，但係 H 先生呢就狡辯自己冇 HPV 喎，喺其後佢先改口話自己有中到 HPV， 而態度係十分冷淡，而且佢喺採訪嘅時候仲冷笑啊，同埋拒絕同受害者道歉。咁喺事件一經播出之後啦，大家就不斷咁謾罵 H 先生，亦都有網民因劉小姐感染到9種 HPV 而感到好驚訝。而喺網絡上就有人喺度估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源頭呢？有網民就表示可能劉小姐先係源頭喎，佢中咗9種性病喎。咁其實對於邊個先係源頭，其實大家都不得而知。我哋一齊嚟睇下呢段訪問。性嘅第一就係佢哋各自喺透過其他性伴侶佢感染得到呢啲 HPV 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個男性佢有機會可能根本上即係有感染到，但係問題咧就冇傳到俾當時嗰啲嘅女性，有機會可能同佢個免疫系統佢可以清除到嗰啲 HPV。喺咁嘅情況下咧，自不然咧就有機會嗰幾位女性咧所感染到嘅 HPV 型號咧係唔同啦。雖然大家都唔知邊個係源頭啦，但係都對於女事主可中咁多種性病而感到非常之驚訝。我哋一齊嚟睇下網民嘅留言。身為女仔都睇唔過眼染上咗多種 HPV 嗰個女仔，報告證明一切男女兩個都幫唔過，不過唔好喺度扮受害者扮好人，大家都係玩家。亦都有醫療人員表示，作為醫療人員，我睇到9種嘅時候都表示好震驚，多過5種我都未聽過，可能我見識得太少啦。今日分享俾同行，對方都話聞所未聞，甚至有網民就做咗 research，指出其實中9種情況係好罕見㗎，中5種都係得1.5% 左右，中9種就更加低啦。而呢件事都搞到香港人心惶惶，亦都引起咗唔少嘅風波。例如喺對質嘅時候 ，H 先生為咗逃避追問，拍咗247入面，但啱啱好3位女事主都係247嘅會員，之後佢哋就一齊入到247入面對質。咁喺事件曝光咗之後啦，咁因為呢件事係關於性病嘅傳染問題，所以涉事嘅247嘅分店啦就隨即宣布暫時停業，以進行全面嘅深層清潔同埋消毒。咁呢件事都引起咗會員啊同埋公眾嘅關注。不過大家唔使咁擔心，性病係冇咁容易傳染嘅。我哋一齊睇下呢段嘅採訪。做 gym 有冇機會感染到 HPV 呢？其實 HPV 咧，佢有分皮膚型號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叫做黏膜型號，即係透過性接觸感染嘅。黏膜型生殖器性接觸感染咧，就唔係透過即係接觸性咁樣感染得到啦。咁所以變相咧就大家唔需要過分恐慌。但係反之咧，就係皮膚型號嘅HPV 咧，就可以透過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接觸啦、性傳播嘅，譬如我哋觸碰咗一啲譬如
我哋講緊公共嘅設施啦、室內嘅地方啊、洗手間啊、浴室啊咁樣，或者係健身室啦，總之任何嘅房間啦，你只要即係譬如你赤腳去行嘅時候，而你又咁啱得咁巧，你即係皮膚上係有傷口嘅話，咁你係可以感染到呢個皮膚型號嘅 HPV， 因為可以即係影響到我哋皮膚嘅。呢啲係一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咁呢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咧就唔係性病嚟嘅。咁究竟喺健身室做 gym 有冇機會感染到 HPV 呢？其實 HPV 咧佢有分皮膚型號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叫做黏膜型號，即係透過性接觸感染嘅。黏膜型生殖器性接觸感染咧就唔係透過即係接觸性咁樣感染得到啦。咁所以變相咧就大家唔需要過分恐慌，但反之咧就係皮膚型號嘅HPV 咧就可以透過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接觸啦、性傳播嘅，譬如我哋觸碰咗一啲譬如我哋講緊公共嘅設施啦、室內嘅地方啊、洗手間啊、浴室啊咁樣，或者係健身室啦，總之任何嘅房間啦。你只要即係譬如你赤腳去行嘅時候，而你又咁啱得咁巧，你即係皮膚上係有傷口嘅話，咁你係可以感染到呢個皮膚型號嘅 HPV， 因為可以即係影響到我哋皮膚嘅。呢啲係一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咁呢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咧就唔係性病嚟嘅。咁究竟喺健身室做 gym 有冇機會感染到 HPV 呢？其實 HPV 咧佢有分皮膚型號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叫做黏膜型號，即係透過性接觸感染嘅。黏膜型生殖器性接觸感染咧就唔係透過即係接觸性咁樣感染得到啦。咁所以變相咧就大家唔需要過分恐慌，但反之咧就係皮膚型號嘅HPV 咧就可以透過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接觸啦、性傳播嘅，譬如我哋觸碰咗一啲譬如我哋講緊公共嘅設施啦、室內嘅地方啊、洗手間啊、浴室啊咁樣，或者係健身室啦，總之任何嘅房間啦，你只要即係譬如你赤腳去行嘅時候，而你又咁啱得咁巧，你即係皮膚上係有傷口嘅話，咁你係可以感染到呢個皮膚型號嘅 HPV， 因為可以即係影響到我哋皮膚嘅。呢啲係一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咁呢啲普通性嘅皮膚疣咧就唔係性病嚟嘅。除咗呢件事件之外，亦都引起咗校園嘅安全疑慮。由於 H 先生係任職學校嘅籃球教練，佢嘅操守問題亦都令唔少家長同埋網民擔心佢任教嘅學校入面嘅學生安全。不過對於普羅大眾嚟講，大家都指出希望女事主應該都開養。有連登網民就話唔該男女全部開養，唔好打格仔，全部有毒，唔好害人。有網民就話老實講應該全部開養啦，開個男嘅保障翻未中嘅女仔，開班女嘅等班仔唔好埋錯班，隨便俾人屌又污糟邋遢嘅女。咁其實我哋睇翻個時間線啦，劉小姐同 H 先生係今年2月先一齊，3月就查出性病，即係佢哋識1個月就夠膽無套性行為，其實都幾誇張下噶。其實透過呢件事都可以令大家知道世界上係冇免費嘅午餐，免費嘅永遠都係最貴，而大家都要小心啲，要好好保護自己。而呢件事都令我諗起咗喺幾年前大陸有關艾滋病傳播嘅事件。有啲中咗艾滋病嘅人，佢哋嘅報復心好強，佢哋中咗之後去惡意傳播自己嘅病毒。咁面對咁惡毒嘅行為，佢哋不但止冇感到任何嘅內疚，而且又明目張膽咁公開炫耀自己嘅豐功偉績。就好似呢張圖入面，我哋一齊嚟睇。哇！你今日又約咗一個妹妹仔啊？係啊，一個學生妹。你哋冇戴安全套咩？戴咗啊，不過俾我篤爛咗咯。吓，咁牛逼！咁又有一個妹妹仔要遭殃啊！吓，咁有咩辦法喎？咁邊個叫佢咁好約出嚟啊？咁我唔屌佢，咁邊個屌啊？吓，咁你查出咗你有艾滋之後，你約咗幾多個妹妹仔啊？吓，我諗下先，40幾個啦，一年。
最好笑嘅係我同我個兄弟都屌咗同一條女，更好笑嘅就係我哋間接傳染，不過佢哋都唔知我有愛滋。哇！你真係好得人驚啊！咁有咩辦法喎？我呢世都係完㗎啦，咁唯有拉得更加多人落水，我就有一絲嘅安慰啦。吓？咁佢哋冇發現嘅咩？有啊，發現咗咪 block 咗我咯。你情我願嘅事，咁你又可以點啫？咁點解你唔醫啊？醫？我已經係中期㗎咯，我醫唔好㗎咯，我而家開得一個得一個，我傳俾佢哋，佢再傳俾其他人，一傳十，十傳百，諗下都覺得滿足。亦都有其他網民表示，有一對男女喺探探上面識嘅，之後就約炮啦。之後喺女嘅過生日嘅時候，個男嘅就送咗女嘅一個好大嘅盒，入面就裝住壽衣，同埋寫住一張紙，就話歡迎加入愛滋俱樂部。其實人性嘅黑暗面唔可以被低估，惡嘅底線都唔可以被量度。咁大家最重要就係要有安全嘅性行為。咁但係祝大家都好好咁保護自己啊，同身體健康。如果中意我啲片嘅話，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同埋 share and like 我啲片。Thank you，拜拜。